文化新眼界，咱来看1964年成立的雷亚诗社，成立较早拄好满一家子。雷亚诗社关心文化认同和本土意识，是咱台湾本土文学的基础之一。最近伫咱台湾的四县市，因有举办60周年的特展，展出作家的手稿和文物，也有讲座，和民众要分享诗社的历史意义和精神。 1964年，台湾上有代表性的本土诗社之一雷亚诗社成立，发起人有林兴泰、陈千武、李奎贤等等，会用雷亚来号名，嘛是五望诗人的作品，爱有台湾主体意识甲文化认同的精神。雷亚诗社到今年已经满一甲子，最近也伫北中南四个县市办60周年特展。也很高兴的，就是能够在趁这个机会，跟大家一起就是庆祝这个60周年的展览这样子。对，那文学馆也典藏有许多为了历史社诗人的文物。 甲当时的其他现代诗社追求西化的目标真无共款。1960年代，雷亚诗社关注本土，强调写实，嘛爱有反抗的精神，也鼓舞作家用母语写诗，嘛正做后来1970年代发展乡土文学的基础之一。雷亚诗社的诗人李明勇15伫台湾文学基地演讲，甲民众分享雷亚的历史意义甲精神价值。这个历史经过政治的改验，经过社会变迁。 最主要内底有台湾人的民主运动的推动迄个历史，所以你迄个精神史，嘛会使讲建立台湾人的迄个文化史。 李明勇嘛，五望新世代诗人面对时代种种的现象，保持雷亚的精神，用语言甲文学来表达家己的意识甲批判。因那雷亚诗社特展全台湾拢有，包括台北、另外伫台中、台南甲高雄嘛拢有特展。展出作家的手稿甲文物，各有办专题讲座。台文馆要招民众做伙来了解雷亚诗社发展，也各有因关怀本土的感情意志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友台北报道。